接着教育、福建甲训练，和身心障碍者充分发挥潜能的随福益智中心，伫台南设立已经50档。为了庆祝这个难得日子，中心特别邀请地青、教保人员以及社工等友好机构的参与，筹备了1档的时间，共同创作出50只羊歌，呈现伫安平渔光岛。每只羊的表情甲色彩拢无同，嘛代表每一位新长者拢是独一无二，拢是上帝这位牧者眼中的好羊。小羊的部分是用回收品包含了果糖罐，包含了不用的纸浆，我们来制作。每一只小羊都有它独特的面貌，代表了身心障碍者他自己本身独特的特色。在天主的眼里，不管是完美或者是有限制，它都是天主的最爱。所以这50只小羊，我们想邀请各位到渔光岛的游客，还有府城建成400年到台南来旅游的游客，也能够到渔光岛来数数看我们的每一只小羊，来认识我们的障碍者，他们是友善社会的日常跟存在，欢迎大家。为了表达对1974年设立高达，因为有各界爱心人士的小厅，互因坚持了50档的使命，包括社会局长嘛代表市长出席肯定。另外，伫遮服务超过20档的舞蹈员神父，以及长期支持的米克夏公司拢到场，见证天主教信仰的服务甲奉献。我们一开始到现在也满50年。那除了在这边照顾大家之外，瑞物益智呢还帮助我们社会区做了早疗据点。早疗据点呢帮助了更多更小的孩子，所以呢瑞物益智在我们台南人的心目中呢，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机构。最需要帮忙的朋友，不管是小朋友、小孩子，是中年、成人，继续服务。我相信瑞福已经做得很好，也不只是做得很好，做得越来越好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他们这一次也帮我们做了一只特别的造型，这个是牛，唯一的一只牛，跟我们的那个 logo 一模一样。对，很感谢他们。那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的合作，可以支持瑞复益智，能够在台南可以做得更好，那可以做得更深。随后庆祝50周年，伫新任董事长嘛是台南主教黄敏正的祈福声中，多用祈祷甲歌声来为创作展览甲开书报，也有地青所呈现的摄影作品，同款使人赞叹。邀请大家共同来感受因的生命力，嘛献上祝福甲掌声。台南新闻军旗采访报道。